貓貓亂屙尿等於報復你？有冇試過發現呢？一返到屋企，床單或者梳化突然間多咗一幅地圖。當你咧好嬲咁樣望住你隻貓嘅時候咧，都係因為你成日唔喺屋企而報復你。貓貓其實根本就唔識報復嘅呢啲咁複雜嘅諗法嘅。佢亂屙尿其實係一個求救嘅信號。佢之所以咁樣做咧，99%避唔開以下呢3個原因。第一，健康問題啦，尿道炎同埋膀胱結石呢啲疾病會令到佢排尿好痛，會將貓砂盤等同於痛連繫埋一齊，所以咧佢先至要去第2度解決咋。第二，貓砂盤嘅問題，廁所係咪真係夠乾淨？個貓砂佢係咪真係中意呢？定係個盤個位置太開揚，令到佢冇安全感呢？一定要保持乾淨，而且係有私隱度嘅。第三，壓力同埋焦慮，屋企係咪啲咩改變咗呢？例如係新成員、新寵物呢啲咧，都係會令到佢會覺得地盤係會受威脅嘅，所以先至會用尿液嚟劃清界線。下次如果你再見到貓貓亂屙尿，請施主你放下你嘅怒火先，從健康、廁所、環境壓力去揾咗佢主要嘅原因先，了解佢先係解決問題嘅第一步。你嘅貓貓有冇試過亂屙尿呢？最後係發現咩原因呢？留言分享下，等其他貓友都可以參考下。